2026年3月13日，美國溜冰金牌選手劉美賢，父親劉俊表示營救黎智英義不容辭。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美國華裔花式溜冰運動員劉美賢，日前正式喺巴黎時裝周，完成咗佢嘅首次 LV 時裝表演。喺米蘭冬季奧運會連奪2面金牌之後，聲名大噪，已經獲得三星、LV 及 Nike 等多個國際名牌嘅廣告代言，引起咗全球關注。亦因為佢嘅父親係1989年學運領袖劉俊。日前劉俊受訪時表示，1989年如果冇香港人嘅營救，就冇我去美國嘅第二次生命。如果可以營救囚禁中嘅黎智英，我會義不容辭。3月7日，劉俊喺美國洛杉磯6·4紀念館演講時表示，1989年6月4日，中共喺北京屠殺學生之後，自己都被中共政府通緝。當時香港民間發起咗一場名為黃雀行動嘅秘密營救計劃。我喺香港民主人士嘅幫助下，透過秘密渠道抵達香港，最後逃往美國。抵達美國後，喺加州定居，並通過努力成為一個執業律師。劉俊表示，對於近期被國安法定罪20年嘅黎智英，黎智英先生係當年黃雀行動嘅金主之一。呢次行動營救咗300多人，黎智英亦係自己嘅恩人。如果能夠營救黎智英，我會義不容辭。中共政府多年來做咗好多壞事，包括對黎智英嘅迫害。我哋要出嚟發聲，唔可以沉默。對於營救黎智英嘅方案，總統 Donald Trump 將會喺3月底去北京同習近平會面。輿論壓力好重要，每個人都可以去揾當地嘅國會議員，向佢哋提出要求 Donald Trump 見到習近平嘅時候，一定要提出釋放黎智英及釋放中國同香港嘅所有政治犯。自己亦已經整理好一張名單交俾 Donald Trump。劉俊律師嘅堅持，以及劉美賢嘅成功，正正係對中共入侵、威脅及恐嚇最有力嘅回擊。永遠唔會忘記1989年6月4日中共喺北京屠殺人民。天理不可違，中國共產黨滅亡乃必然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